咱台湾人为着防疫，自动减少出门，真正是值得学乐。亲像今日是礼拜，英国高雄人叉的景点甲百货公司，今日街仔路是拢无啥人。不过嘛是因为安尼，所影响到一寡行业的收入，亲像客停车司机甲打的生意，就拢加真歹。 高雄轻铁伫上出名的北里特区驶来驶去，车顶煞拢无人。平时一天万外人，拜六规工才载648人。街路顶嘛看无游客，干那看到几个运动骑脚踏车的民众。高雄防疫升级了后，第一个歇困日，人潮拢无去。来到西雅湾嘛同款，看无外地游客甲移工。已经5个小时了，没有带到一个客人。昨天也是。 我一趟都没带，我就回去了。我想赚一个便当钱呢，也赚不到。排班的客停车司机载无人客，附近的商圈有开店的生意6、7成，有的店规期停业到200。唔若紧点拎清清，北高雄原本上闹热的这间百货公司，因为内底一位专柜小姐确诊，百货公司宣布停业3天消毒，附近嘛无人踅街。 另外，高雄市早就宣布，600外座公园的游乐设施佮亭仔拢爱封起来，避免群聚。连运动店的篮球嘛用锁啊绑起来，袂当使用。今天看才知道，因为我原本想说，我放假的时候想要戴口罩来这边运动一下，因为结果现在变成说也都不能过。真的没人，路上啊。 还有车子啊，真的都非常的少，差很多。虽然无人卖土豆的，嘛是准备要摆摊。伊讲即摆做生意趁3顿尔。高雄街路车少人愈少，民众配合防疫，减少出门，大家拢希望会当渡过难关。记者陈家云、为做高雄报道。